民进党主席郭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件受压禁见，原定访问美国要参与到美台国防工业会议，由民进党立委黄珊珊顶人出席。黄珊珊表示讲，虽然目前有淡薄仔状况，不过一切拢依照原定的计划前往，并且定调讲访问美国这个行程是学习国防的议题，加世界局势。针对金华城案件，黄珊珊再次强调讲，这不是个案，佮用这个中泰宾馆变成东方文化的案例，和这个市原法庭讲是三讲四闹开。听到问题，无想要现，黄珊珊行甲真紧，明明已经去民众党停权，不过嘛是代表郭文哲去美国参加国防工业会议。只不过金华城案检调当日咧厘清，出席3场辩论会，黄珊珊各单也未去检调通款，敢是真正拢无代志啊？我觉得黄珊珊一直以来是大家都质疑说，为什么她没有被检调来调查？她是当时的副市长，在便当会的时候呢，也都有出席。那不管是呢柯文哲那个时候无包请回的时候，马上到黄珊珊家；那陈佩琪当时做完证也是马上到黄珊珊家。那黄珊珊扮演的角色，大家一直非常的疑惑哈。议员讲黄珊珊是关键，昨开会前一天，嘛是由黄珊珊带头举办记者会，嘛讲到东方文化大帮换用一本书，表达金华城唔是个案。其实这是马士福的时候通过，变更以后，它的容积率只有400多而已，不像金华城暴增到500多。他又拿很多东西出来，再多加25%，可是这不是容积奖励。这只是让它的基准容积再多25%。东方文华呢也有相关的主要地划跟这个自行的自进计划，所以它其实呢跟金华城没有主要计划，然后又不符合呢它所相关的土管条例等等来说，完全就是张飞打岳飞。我也在这边回答这些问题，这里是立法院。跨党派议员大力给黄珊珊无想要搁加做回应，开记者会替郭文哲辩护，嘛按照计划代替郭文哲去美国，一头打给双头题，就惊战场是愈谈愈烈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